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1月2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7篇第7节到14节，创世纪49章第1节到第2节，第8节到13节，21节到26节。路加福音第1章67节到7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预言。雅各伫临终的时阵，来将伊的所有的囝召集来，甲因讲到将来会发生的代志。即种的话语若是好，咱讲是祝福啦吼；若是无好，检查咱会当讲是咒诅。如果是即种有好有歹咧预言将来的景况，咱会讲到这是预言啦吼。毋是干那犹太教啦、基督教的经典内底有咧讲到预言即个物件。其实，逐种的宗教拢咧追求预言，就连道教的算命、看时看日，甚至咱讲黄历，拢是咧想办法要来预告将来的日子、运气，甚至是换命。真侪人深深相信吼，但是咱知人无可能知影未来嘛吼，除非有一个更较悬的上帝神明来甲伊启示。所以咱看到民间宗教用抽签、用香花、用八卦、用看星象等等的来想要来解决人对未知的惊吓。但是真正有法度吗？雅各对伊的囝提到着将来性命，这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，就是关于这个约瑟的吼。伊讲伊是倚靠全能上帝来得到祝福。创世纪第49章第1节到第2节，第8节到13节，21节到26节，雅各安尼讲着。雅各叫伊的囝，所有的囝拢来讲，恁自己活来，我要将恁以后会拄着的代志甲恁讲。雅各的囝就自己来听恁老爸以色列的话。犹大，你的兄弟要学倒你的手要刺伫你对着的颔棍，你的老爸的囝要屈服伫你的面前。犹大是细只狮，我的囝，你掠着拿物就倒去洞穴。犹大拍地亲像狮公，倒地亲像狮母，啥人敢惹伊？王权无离开犹大，伊的后代久长统治，万国会来进贡，万民会来归顺。犹大把细只梨仔伫葡萄树。白梨仔伫上好的葡萄树，伊用葡萄酒洗衫，用葡萄汁来洗衣服。伊的目睭因为啉酒红，伊的喙齿因为啉奶白。西布伦要徛起伫海边，要做趴船的港口。伊的境界会到伫西顿。那弗他利是头棒的鹿母，生可爱的鹿仔囝，约瑟亲像水泉边的野梨仔，亲像山峦仔顶的野马。射箭的人用名列来攻击伊，用箭射伊，对入伊。毋久，伊倚靠雅各的大能者，伊的颈幽圆红。伊倚靠以色列的牧者甲石盘，伊的手也有力。你的老爸上帝要帮助伊，全能的要赐福予伊，伊要赏赐你天顶的福气，深恩稳重的福气，互你的子孙真济，终生兴旺。你的老爸的祝福赢过永远山岭的福气，超过自古以来山峦的好蜜。这个福气拢要降落伫约瑟的头壳，临到伫兄弟中间拣出来迄个人的心上。
昔日约翰的老爸撒加利亚，伊这时去互圣神来充满，讲预言。这个预言提到着上帝要伫大卫的家兴起一位大佮有力的拯救者。这个预言是咧讲到早伫古早时期，上帝透过众先知嘴里所预言的，已经讲到的。这位称作弥赛亚的救赎主，要将这个拯救以色列来脱离对敌的攻击甲关吓，因为上帝记得伊家己所立的约。路加福音第1章67节到79节。约翰的老爸撒加利亚互圣神充满，预言讲，要称赞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因为伊有看过救赎伊的子民，伊对伊的仆人大卫的家，甲咱设立一位大溃力的拯救者，照伊伫古早通过伊众圣先知的嘴应允讲。伊要拯救咱脱离咱的对敌，脱离一切怨恨咱的人的手。伊应允要怜悯咱的祖先，佮会记得伊所立神圣的约，就是伊对咱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伊要救咱脱离对敌的手，互咱无惊吓，一世人伫伊的面前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伊。细囝，你会互人称作至关上帝的先知，因为你会做主的先锋来准备伊要行的路，互伊的子民因为罪得到赦免，通明白上帝的拯救。因为咱的上帝温柔慈悲，伊互清早的日头对天顶照咱。照咱才会踮伫黑暗甲死亡阴影的人，引带咱的脚行入和平的路。诗篇27篇第7节到14节。上主啊，我求的声求你听，求你怜悯我，应答我。我的心对我讲，着来朝见主。上主，我要来朝见你，求你毋通面滑走，毋插我。毋通收去赶你的仆人，你一直是我的帮站，拯救我的上帝。求你毋通拒绝我，放杀我。即使我的父母气杀我，上主嘛一定收留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，因为对敌在长等，求你带我行平坦的路。毋通照对敌的心愿，甲我交互因。因为因用伪证恐吓我，我深信一项事，我要活地的日，会享受上主的恩惠。着信靠上主，着勇敢壮大，着信靠上主。主爱听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赏赐救恩的应允，透过世世代代的先知来预言。来启示，叫一切相信的人得到救恩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